阮感谢你，唱歌学了你至悬的名，实在真好。早起时宣扬你的慈爱，下昏时宣扬你的信息。咱来吟圣诗，圣诗第84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由愿徛的做伙共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主，伊对亲生打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忍耐受苦，现世界死埋葬人妇，第三日对上帝复活。就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边，伊要以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做圣礼，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直接来启用，启用文第34篇。启用文第34篇，显着的是，我来启，恁来用，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的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倚靠君王，毋通倚靠为死的人。因袂当帮赞，
因一个断开就归途，因的地话伫迄日就落空。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五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伊赐食面予夭饿的人。上主透放受关押的人，上主予亡人为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夫妻、孤儿、寡妇。伊予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惜安你的上帝会代代做王，这声要称称赞赞上主上主。。做伙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阮感谢你赏赐阮的一切，一切拢是你赏赐的。阮欢喜接受，嘛欢喜来承受。感谢你带阮行过每一天，主啊，阮要为着阮所犯的过错，向你来认罪。求你饶恕阮，也求你帮助阮，无搁再犯。求你带领阮未来的日子，拢会当平安顺利。求圣神带领今日的聚会，对起头到落尾，靠主的名，阿门。即条我来报告。第一，本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主日为中会锁定教育主日，敬请兄弟姊妹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点，下周主日举办今年度第5次的圣餐礼拜，包括亲从甲第一、第二、第三场的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准备心强守圣餐，同沐主恩。第三小点，中职会公告，定伫11月初9上午9点半，伫大圆柏微笑影城包场，要演出《爱主归来》福音电影，请向办公室陈佩芬干事登记。票数有限，也都满就要截止。欢迎兄弟姊妹邀请模特友做伙来欣赏。当天上午8点50伫现场领票，自由入座。第四小点，装备课程。新开的文都学校课程伫10月24开始，每礼拜四上午10点到12点，地点伫敬拜中心，欢迎报名参加。第五，本会定伫11月24为今年度的感恩节主日，将要举办第一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的活动，时间伫9点到下昼的5点，地点伫教会副堂头前，请关怀的人早身份证前往排队关怀。关怀的人会当得到一份礼物。关怀时征求志工，请向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报名。第二，东港举办感恩见证礼拜，欢迎兄弟见证分享，请伫11月初10进前向办公室报名，并请交见证稿。第二，具体消息。第一，合作社无利息的助学贷款专案，对今仔日开始到协会每学期奖助贷款届满
特别查指，欢迎伫国内政府所立案的公私立学校读册的社员有意愿贷款的，请向互助社办理洽询。第二，相助会定伫11月初2上午10点，伫本会主堂召开会员大会，9点半报道。敬请伫本主日向各组委员报名参加，同好统计餐点人数。第三，学生牧区定伫11月初9上午6点到9点，伫敬拜中心举办小金牧师祷告特会。当天暗时5点半入场，会中有祈祷的服侍，欢迎兄弟姊妹准备心踊跃参加，征求对服侍、祈祷、扶人的有意愿的人，请向蔡明家团队报名。教界消息，请牧师。兄弟大平安，真欢喜，咱本会出身的陈秀文牧师，要伫后礼拜下晡3点伫寿山中华德兴教会举行就任受祭礼拜。咱教会圣歌队要前往献祝歌，关注祝福。请咱兄弟为着咱圣会牧师伫德兴教会服侍一切的适应来祈祷吼。第二就是高雄恩感协会伫2024年有一个剧《人子故事》为世界生的一个剧吼。这个票价伫每一张票是200块，伫10月31日的暗时7点到9点吼，中正文化中心的志德堂演出吼。请咱兄弟会当鼓励你带你的无道友的朋友前往来观赏买票。一项嘛是咱真欢喜的，就是咱每年拢有办2届的抽会的这个观会活动。咱即届嘛是甲浸会同款，甲信赖之友合作。凡你捐200cc 的，就送你全年礼券、米、卫生纸这个礼物。你若捐回500cc 的，嘛送你全年礼券500块，以及这物件吼。所以欢迎咱兄弟踊跃来参与着捐会活动吼。以上报告。这条咱来读圣经。今日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11节。显著的是，我来读，恁来看。耶稣行过的时，看到一个出世着青面的人，伊的门徒问讲：rabbi，这个人出世着青面，是啥人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父母？耶稣应讲：这个人无犯罪，伊的父母嘛无，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趁枵日时，咱着做差派我的迄位下工。暗时一个到，就无人会通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我是世间的光。这话讲了，就配烂伫涂骹，用喙烂搅涂来糊青面人的目睭。佮甲伊讲，去西罗亚伫洗你的目睭。西罗亚的意思是红车肯。伊就去洗，转来时已经会看见。第8节，伊的厝边，佮平时捌看到伊以前做乞食的人讲，这敢毋是不是坐底做乞食的人？做乞食迄个人，有人讲就是伊，有人讲毋是，是敢若亲像伊。伊家己讲，我就是。众人就问伊讲：你的目睭安怎变会看见？
伊应讲，迄个名叫做耶稣的人，教徒割我的目睭，佮甲我讲，去西罗亚治洗，我随时去，就变会看见。一粒鹅乐，请妇女献歌队。讲道，今仔日的讲题目是头房得到医治，请安牧师。弟兄姊大平安。咱真侪时阵，咱会伫会中间拢医治释放。今日牧师开始讲头房得到医治，不管是医治得头房，还是头房得医治，拢是上帝
通过伊行的生涯，显明出伊疼咱、予咱的恩典。今日咱会当听看卖，为什么今日阿牧师会讲到头房得医治？伊今日经文中间约翰福音书第9章第1节，伊圣经安尼讲：耶稣行过的时，看见一人出事就痴迷。经文记载中间，你好奇耶稣行过的时，伊当时行过啊，还是对对过啊？你有好奇无？不过你也对经文的整个的context脉络来看，你看第14节，伊第14节，你就知影讲，耶稣行过时是啥物事？伊对对行过。圣经讲第14节讲，耶稣叫徒来开伊的目睭的日是安息日，所以伊经文中间真清楚，伊当时行过安息日迄日。安息日，犹太人要对入去对，入去会堂，所以就是讲耶稣对会堂出来时，过去看见一个出事就目睭痴迷，所以然后这咱看到耶稣伫安息日入去会堂，对会堂出来时，看见出事痴迷，伊就主动活过这人的身边，问道就问耶稣，这人出事就痴迷，伊问耶稣：rabbi啊，这人出事痴迷，是对啥人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父母啊？各位兄弟姊妹，对问道的问法中间，你会看见啥物？问道甲病甲罪结连做伙，这个观念毋是甲耶稣的时代问道安尼想，伫旧约中间嘛是真侪人将罪甲病结连做伙。咱看旧约中间约笔记三个朋友其中一个提曼人以利法看见约伯伊的造物，一暝中间失去儿女的性命，失去伊的财产。这以利法呢，对伫约伯的造物，伊讲因果报应，罪有应得，罪应该得到。就是呢，约伯安那回应，伫约伯记第4章第7节，咱做来读，请你来看，无多人是啥人有死无？正直的人伫什么所在受检读？照我看，用罪挂正直，用恶毒做正直来赢，所修成的也是安尼。例如我所听的兄弟姊妹，约伯，你若对约伯记有全面的了解，约伯伊三个朋友对伫这个拄着歹的造物的时阵，拢是真可办的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因果论、赏善罚恶修事行善的人，处罚行歹的人，这种观念。不过，这个观念绝对袂当套伫约伯的身躯顶。为什么？上帝讲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既然是上帝称作完全的义人，是啦，伊无犯罪，伊毋是做什么歹代，因果报应、赏善罚恶来拄着伊这造物。所以咱袂当用这种观点来看约伯的造物。就是咱看到，圣经的中间来讲，既然死落来就痴迷啊。咱若国语讲先天的啦，目睭痴迷。就是这先天目睭痴迷的，互当时犹太文化社会
认定讲，即个病症哦，可能伊的祖先也是伊的爸母做啥物歹代啊，包含伊家己啦，毋来做啥物歹代，较有即个罪行，直接也是间接影响到伊，也是伊的后代。所以门徒嘛安尼问讲，问耶稣讲，即个先天目睭青面无看的原因，是伊的犯罪，还是伊对爸母犯罪？有影，生落来目睭无看见，的确是人生一大遗憾的事，因为伊无法度用目睭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好的好光景，伊嘛无法度看见周围人生做怎样。我的丈人丈母到伊过身之前，伊阁毋知影我生做安尼，十摆，因为因两个目睭拢青面，拢无看见。那我甲何牧师返去厝，返去台东的时，我的丈人就会甲何牧师讲：来啊来啊！来叫我摸摸瞧瞧，迄个阮丈人就摸何牧师的手，哇，一点都没有熟啊！我无散，感谢主，恁囝婿甲恁祖囝饲了，原装的拢无散着，无咬着，无散着，原装的你教我几公斤，到即嘛几公斤，拢无散着。就甲何牧师。蒙哇，还是细皮嫩肉的，还是细皮嫩肉啊！因囝婿甲因祖囝嘛，顾了真好，无变歹啊，皮肤无变歹。总是咧，我的丈人丈母从来毋捌望过我的面啊！毋知影无望看即个人，望看觅生做安怎？为什毋敢望？你毋知为啥物毋敢摸？惊摸着会手会惊人啊？毋是啦，因为囝婿嘛，囝婿甲祖囝无共款啊，祖囝家己生啊，安那摸嘛袂要紧，囝婿毋敢摸啊，歹势摸。就是另外这，咱看到这先天青面的人，对伊来讲，有影是人生一大遗憾。因为伊有青面，伊会互伫后壁安那论断、讲长讲短，互人滴滴嘟嘟。另外这，咱知影，咱若每一个人互人背后讲长讲短、滴滴嘟嘟，我相信咱的心一定无爽快，真艰苦心。毋但心内无爽快，即个目睭无看的人，伊要行动啊啦。拢爱靠别人来帮忙，才会当有行动。我记何牧师伊讲，伊细汉的时，伊的爸母，伊老爸是牧师，妈妈是牧师娘。伊爸母若要去探访朋友，因三个囡仔拢爱轮流安那去看爸母去探访。我当带何牧师的时阵。有时阵何牧师开车，我着爱对厝内带我的丈人丈母出去外面坐车。我一开始嘛袂晓牵呢，我着一支手安尼，甲牵的做我行安尼吼。何牧师讲，毋是安尼牵啦，安尼牵毋对啦，我无要哪牵。伊讲你爱。我伊较近的，经到头安那，互你看的，安尼慢慢行。然后若有一坎后就行，爱甲讲落坎有惊哦。我着安尼慢慢学习，看我的丈人丈母行路。甲恁讲一个笑话，我甲何牧师当咧交往的时阵，伊台南的鸡咧洗鸡啊。你知影台南的迄个顶仔骹有悬悬低低吼，何牧师伊可以习惯
甲我讲照一坎无？我讲我嘛知影照一坎嘛，我有看到啊，你甲来我讲，啊这要行，啊这要行，我讲啊你甲我讲要创啊？我有看到啊，真好心嘛，对不对？不过对伊来讲是啥习惯啊，伊遐提醒伊的爸母，落行上行。所以这是何牧师伊的习惯。就是咱知影，圣经讲即个生落来痴迷的人，伊行动无自由，步步爱人牵，所以伊的行动是受限制。过来，即个圣经讲即个生落来痴迷的人，伊喊什么行业？掠灵吗？毋是啦，伊是咧共分的啦，做乞食。对伊来讲，痴迷是人生中间失去愿望，是行动中间受到捆绑、限制的一个人生遗憾。总是咱是毋是捌曾经为着咱所拄着的代志来捆绑咱的心呢？你是毋是曾经捌破病，互你无快乐的？特别即马经济钱愈来愈薄，经济无好，趁钱无简单。1000块过去去菜市仔买，够通走。即马1000块拢无通开啊，开无够。为什么？通货膨胀。你是毋是曾经你有亲人有拄着身心的病症，比如忧郁症，互你照顾这病人心内袂快乐的，还是你曾经捌听过阿送的祖产去互什么人亲情霸占着？你像咧中营集团的上小后生张国伟，伊老爸要放财产互伊，无拍算去互伊阿兄拢霸占去，伊就甲告，叫法院判断因老爸写的遗书的确是因老爸的笔迹笔业法院判断因老爸互伊几百亿的财产是拢要互张国伟一个人所有。总是咱真济咱的亲戚朋友，咱周围的人，咱嘛捌听着讲什么财产去互霸占去，拄着这无公义代志。心内安那想着郁卒，也是讲你厝内的囡仔无乖，也是你的后先生太太会甲你斗阵无和谐，这嘛互你心内郁卒，受逼迫，也是你伫公司中间上班时，顶司也是头家，常常加应该互你的薪水无互你。定定靠东靠西，咱讲这是惯老板，应该互你的薪水无互你，甲伊刻薄，这你受着安那，就郁卒心内的逼迫。各位兄姊妹，咱面对无论什么款的问题，重点毋是困难是啥物，重点是咱面对困难时，咱的反应态度是怎样？咱的反应显出咱生命的性格，嘛带出咱永远道德生命的标准，嘛影响到咱的属灵信仰的关系。面对咱拄着真济困难的捆绑的事，咱有真济时阵，咱爱做咱家己爱努力的部分，但是咱的信心甲恁讲啥？咱的信仰甲恁讲啥？上帝会做咱袂当做的事，会当为咱开咱无开的门，阿门。为咱连结无连结的稳定。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面对捆绑的事，咱面对这捆绑，咱的态度，第一个，毋是伫埋怨，毋是埋怨上帝。
无天无地无公平，咱毋是咧怨叹遮，咱毋是要甲上帝讲，上帝我无这我无迄，咱应该转变咱的态度，用儿乐来面对上帝，用儿乐来拍开咱的心门，因为一切儿乐是带来祝福，带来修行。阿门。台北士林灵粮堂的牧师刘茂群牧师，伊讲一句话，伊讲毋通互任何的人、环境、状况、任何的代志来阻挡你对上帝儿乐，阻挡上帝要互你的祝福的命定。伊安尼讲，伫儿乐中，每一个姊妹世，拢有咱诚做无平凡的，因为咱的儿乐是对迄个伟大的上帝。姊妹世的事，若只有甲即个伟大的上帝结连做伙，伫上帝遐无姊妹世。因为咱甲上帝结连做伙，上姊妹世拢要诚做无平凡的。阿门。所以，甲你隔壁讲，甲上帝结连，姊妹世的事拢诚做无平凡。预备来，甲上帝结连，姊妹世的事伫上帝面前拢诚做无平凡的。所以了解，咱知影，你若甲上帝结连做伙，你看做姊妹世伫上帝眼内拢无迄姊妹世的事，伫上帝伟大的祝福中间。拢要诚做无平凡的代志。什么叫无平凡？就是诚做祝福的。所以兄姊妹，请注意听，咱爱学习一天开始用儿乐上帝做开始。你做代志之前，用儿乐做你开始。咱现代手机要放诗歌有方便无？有啊。无论你要听圣诗也好，你要听敬拜赞美也好，拢会当随时放。为什么？因为即摆现代歌曲拢会当通过这个工具来帮助你对上帝儿乐。你像我唱歌袂准的，你像圣歌对我问啊坐遐，人唱8度，我会唱9度。我唱歌袂准的，我以前要唱歌唱就歹听，连我家己嘛袂听。总是安那，通过手机咧播送，我听伊唱，我对咧唱。第一，我袂走音；第二，我声音变好听；第三，我因为学了上帝心情会好。阿门。所以，你爱为你家己设定目标，用学了做开始，捆绑你的所有因素，因为你甲上帝结连，一切的事拢会。诚做改变的开始，阿门。伫圣经内底，咱讲到耶稣讲，即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当门徒咧问耶稣，即人生来就痴迷的，目睭无看的，到底伊犯罪，还是伊的父母犯罪？了解？对这个观点来讲。门徒是用结论来反推，到底罪是谁犯的？伊找这个因用果来找因，总是耶稣无肯定因的讲法，耶稣否定因的问法，虽然先天。真种是一个人生的大不幸，咱也无法度去解释为什么人会拄到这先天的病症。但是，咱却会当用结果来讲，上帝要通过人看做不幸的事，显出上帝奇妙作为。所以耶稣回答伊门徒讲：上帝要伫这生落来生命的人身躯顶。显出上帝作为，
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带来后壁，伊要伫这人的身躯顶行神业。所以咱看到，若无上帝作为，就无法度显出上帝恩典。所以上帝找伊家己的囝，要显明伊家己的恩典、能力甲荣耀。阿们。我的丈人丈母，因虽然目睭无看，但因心灵的目睭却真健康。为什么？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因常常会用上帝话互相分享甲宽勉。另外者，你有相信无？若一对无看见目睭的翁仔某，伊有十足理由会当埋天怨地，会当定定为着所有看袂顺的事来冤家。不过，我对我的丈人丈母的身躯顶，我看见信仰成做因生活实际的帮助。安怎讲？你讲恁丈人丈母难道拢完全无脾气吗？人阿某拢完全袂冤家吗？恁感觉的？当然嘛，有时有性地举起来时。我唯一看到一摆，阮丈人毋知为着啥物代志，心内无欢喜。我的丈母就甲苦劝，伊安尼苦劝讲，毋是讲好啦，莫是去受气啊啦，好啦，不要生气啦。没有，我的丈母伊甲伊的翁婿讲，圣经不是说吗？生气不要到日落。另外者，目睭无看，伊才知影当时日落。总是，阮丈人听了伊的太太讲安尼，伊就甲伊的太太讲：“娘子啊，您说的是，好了，不气了，不气了。”阮丈人听见，阮丈母用上帝话劝勉，马上气就消啊！阿免，上帝话都好用诶，爱定背圣经知影无？啊，无要用都毋知影要用对句。那启示录甲创世纪毋知要念对句，佫念袂出来，无通念，毋好背无熟。对啊，这以咱的使用，你看。目睭无看的，却会当安那心灵的目睭却有看。所以咱认真做上帝工，显明上帝恩典，显明上帝能力，显明上帝荣耀。因为这个工是要互人感受到上帝疼甲温暖。咱借着这上帝工，互人认捌上帝。咱这段时间，咱拢在做幸福小组、幸福小组、福音茶会。另外，我所听的这，咱就是通过这个报道时间，互人认捌上帝的疼，认捌上帝恩典。或者无信的兄姊妹，通过基督徒的关心甲疼，亲像主耶稣对生落来目睭无看的人，主动对圣殿过来医治伊目睭，像是咱看到耶稣对这个生了青衣人充满这个疼，就是当时的社会怎样看耶稣？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不是出于友善的对待，是敌对耶稣，因为犹太人意图要杀伊。圣经约翰福音书第9章第4节，咱做伙来读，预备，请。时有时日时，咱着做找我的工，暝时要到，伫迄点就无人会做工。
伊即段经文中间有2个意涵。第一意涵，主耶稣知影，伊迄当时的处境，伊知影体会到，迄当时犹太人要杀伊，所以主耶稣甲伊的门徒做伙嘛，要掠着机会做工，来做迄差遣伊做工的天父上帝的工。第二项是啥物？第二个意涵就是咧讲，主耶稣伊讲着趁日时着做工，伊讲咱着安怎？咱就是伊讲咱着做找我的工，咱是指主耶稣。安怎讲？伊今日的经文的第8章，进前的第8章第12节，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对我的人无惊日黑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咱看到，对照这个生落来亲密的人来讲，伊活落来就活伫迄个黑暗的中间。主耶稣要伫伊的身躯顶行神迹，互这人得到医治，互这人对黑暗中间看见光。例如我所听的兄弟姊妹，台湾有偌济人，伊虽然目睭有看，就是心灵安那无看，活伫怨恨、活伫困迫、活伫忧愁的中间。伊目睭无看到啥物？上帝拯救的光。所以耶稣行即个神迹，伫即个生落来亲密人身躯顶，要互伊对黑暗看见光。这嘛是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伊的主题之一。主耶稣的光要普遍照这一切的黑暗内底行的人。可惜耶稣讲，光来世间却无接受光。真侪人伫罪中间未接受耶稣的光、拯救的光，因反倒的选择迄个黑暗的光，罪内底的黑暗。但是耶稣来，互人要无伫黑暗中间行，要互人得到生命的光，毋但目睭得到医治，更加是心灵嘛看见耶稣拯救恩典。阿门。所以咱知影，耶稣拯救咱，毋是互咱坐伫遮欢喜尔，是爱咱奉主的名出去，互人得到福音，互人看见耶稣拯救的光。阿门。圣经咱讲到耶稣医治这个人，伊安怎医治呢？圣经安尼讲，这个话讲了，就配烂伫涂骹，用烂搅涂，用涂膏伫亲密人的目睭，甲伊讲去洗罗阿迪，伊就去洗，倒转来已经会看见。过去咱看到耶稣医治人的拢啥？茫茫的一句话，就这个人得到医治。咱看马太福音书21章讲到，耶稣出耶利哥城的时，医治2个目睭无看的人，就是耶稣迄当时安怎医，伊无用手、用烂、用涂粉糊这人目睭，伊甲欢呢为这人祈祷。总是咱看到今日约翰福音书的第9章，伊的医治甲过去的人无共款。伊是用烂搅涂糊伫这人的目睭顶，糊了咧，伊个吩咐人，吩咐伊去到西罗阿迪洗。这人目睭无看，伊干嘛要去洗？当然嘛是爱边的人牵伊去洗。所以除了这个生落来亲密的人，伊需要哪？伊需要对耶稣有信心以外，过来边的人嘛有相当的意愿，愿意甲耶稣配合，牵这个人啊
去洗落阿弟洗伊的目睭。圣经讲，这个洗落生命的人，后来得到医治。迄个属上帝伊身躯边的厝边的人，看到伊，这人属上伊正咧本咧，咧做乞食的，脚既然会当伊正目睭看见，伊对耶稣医治真有信心。这人对耶稣医治真有信心，所以伊愿意照耶稣的吩咐去做。所以咱看到，这个生落生命的人得到医治，耶稣用土甲嘴做烂来膏伊的目睭，这有啥物款的信仰意涵？第一，土甲新造，咱看到耶稣用嘴烂甲土膏这生命的目睭，这互咱想着啥物？上帝创造人，敢毋是我用土来造人吗？是啊，这个暗示耶稣有创造的权能，伊毋但医治这人肉体的目睭，伊嘛互这个人的灵性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医治的是全人的，伊肉体甲心灵拢得到全然医治，就是心灵拢得到医治。第二，这人得到医治需要顺服甲信心。像我头讲的，耶稣命令这个青梅目睭无看的去洗落阿弟洗。这人对耶稣相当有信心，并且伊必须要付出行动。所以这人的顺服，成做伊是毋是要得到医治的关键。例如我所听的信心甲行动是基督徒的生活不可欠缺的信仰的部分。所以咱要用信心来显明咱的行动，用信心显明咱的行动。咱家己隔壁来讲，信心显明咱的行动，预备来。这青梅目的人，听见耶稣去洗落阿弟，去洗落阿弟，伊希伯来文的意思受差遣。这是讲啥？耶稣是受上帝差遣的救世主，伊的医治，伊的救恩，要临到每一个相信伊的人，接受伊的人。阿们。你是迄个相信伊的人，接受耶稣的人吗？那你是相信，你的确要伫你的生活中间付出你的行动，显明你是相信的。阿们。伊圣经咧讲到边的人怎样看伊？圣经讲伊的厝边甲边所看见伊伫乞食的人。讲，这人敢毋是坐伫遮求求乞吗？有人讲就是伊，有人讲毋是，是亲像那定。伊家己讲，我就是。咱看这经文中间，咱看，这个互主耶稣医治这生命人，伊徛伫众人的面前，甲伊过去需要人帮助的生命，会当讲是判若两人。无共款的人，不管伊厝边的人，还是边的人，四目相望，一看，咦，是这人吗？毋是啦，是啦，毋是啦，真像尔啦。当咧议论纷纷的时，这个受医治的人讲：“我就是。”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当人咧摇伊的时阵，圣经看安怎形容？这人敢毋是坐地来求乞吗？有人讲就是伊，有人讲毋是，是真像那点。所以你看到这个对话中间，咱看到
真侪人啊，无相信啊！啊，这个人都所想我看伊安尼，坐伫啊本的人，目睭无看的人，啥时伊目睭有看啊？啥时会当行家己行啊？毋免人扶啊！这生业得到互人难以置信。就是迄个互伊治的人，伊讲啊，就是我。伊讲即句是我，比任何人讲的更较有说服力。伊本人就讲伊，我就是迄个恁所上看来知名的伊迄本的人，就是我，就是我互伊治的。了解，即个说服力，互大人鸡喙变鸭喙，无话通讲。互原本生来知名的人的病症得了头棒，因为耶稣医治得了头棒，伊的病嘛得了医治。伊袂阁受到即个痴迷的捆绑，伊嘛袂去继续安那活伫黑暗的世界。所以了解，咱会当做伙来读即句即段话，即段话就是我今日讲到的主要的主题。咱做伙读预备，请咱的性命搁至微细的事，只有甲伟大的上帝结连做伙，伫上帝遐无细无微细，甲上帝结做结做伙，至微细的事会做无边缘的事。所以了解，只要你甲伟大上帝结连做伙，至微的事，拢会做无边缘的代志。过去咱台湾女性会较，毋是像你我会当作自由坐，安尼行咯。伊讲较有，你看。过去台湾人的女性是低骹盘，较有影？有啦，你看。过去台湾的传统风俗的要求啊，女性爱顺应当时的文化，爱低骹盘。就是对信仰的角度看，上帝创造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就是咱看到当时的低骹盘的问题，拢是因为处理这查甫人啊，死男人。为什么查甫人安那？看查某人低骹盘行路袂稳咱摇来摇去，讲真好看。这些死男人，死老狗，困着这女性为着伊家己。其实我咧研究中间，低骹盘佮另外一个用意是啥物？为了性，因为低骹盘了，整个这骨盆腔会提肛，提肛了，迄个骨盆腔会缩小，男女之间的交合。男性会得了更较爽快，这我研究出来。我有看文献，总是咱看到，伊当时的社会文化是对男性的沙文主义来要求女性，这对女性是一个真无公平的要求。总是咱看到，1879年6月11日，台南教师会议的记述录。有记载，当时的宣教师李秀牧师，伊伫亲入本地的教区的时，伊常常帮助这弱势家庭的经济甲医疗。伊嘛去目睭真捌看到台湾的女性，因为低骹盘这个歹习惯，造成社会地位真低。迄当时的女性真卑微，伊认为信仰还有一个健全的发展，人人拢爱平等，女性嘛要受到教育。所以李秀牧师伊就对当时的教会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提供一个地来起女子学校，而且伊咧中间咧讲，伊声明伊要将这女子学校的所有建筑物做一个奉献。无拍算，1879年，李秀牧师因为破病
来过新年。就是这个工课无因为安尼停止，伊的牧师娘就决定接续伊的工课，来去中营女中的女子学校。迄当时入学的规定，毋是讲你学科爱考几分落校读册，唯一要求啥物？就是你的甜加盘这个代志爱偷放。例如我所听的兄姊妹，基督信仰就是要互人的性命得到偷放福音。那福音是啥物？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于离家盘生活社会地位真卑微的女性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从此以后，伊毋免阁甜家盘。过去女性三从四德，袂使读册，对当开始，因为基督教信仰，因宣教师、李友牧师、因翁仔某创设中营女中，女性会使开始读册。另外，我所听的这，当咱的性命、信仰主耶稣的信仰，入去咱的性命内底，圣神会软化咱家己，要转化咱家己，上帝真理的话会诱使咱。互咱因为真理，互咱知罪、认罪、悔改，互咱伫主的面前，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搁讲一届，毋当互任何的人、环境、状态、任何的事来阻挡你对上帝学乐，来阻挡要上帝要互你祝福的命定。伊学乐中间，智慧的事、拢会变做无平凡的。因为咱的学乐是对迄个伟大的上帝，所以咱智慧世事只要甲这伟大的上帝结连做伙，伫上帝啊，无搁是智慧的事，因为智慧的事拢会成做无平凡的代志。所以例如这，咱看到宣教师将福音、将人的性命结连做伙。这智慧世事伫福音中间，却要成做人性命的偷放。迄低卡盘的代志得到偷放，迄卡盘的病症，因为安尼得到医治。阿们。咱看到这生来亲密的人，伊经历重大的改变，目睭原本无看的，会当重见光明。所以当伊倒来伊的厝故乡的时阵，人拢无法度相信，伊是过去迄个本者的去食迄个亲密的，甚至侪人怀疑是毋是同一个人。咱看，这个人伫上帝的性命中间显明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当人经验上帝恩典时，无论生命什么层面，改变拢是真明显，是明显到互边仔人拢无法度忽略的代志。咱看这个生来亲密的人，伊的看见，互真侪人无法度当作无存在。但是咱看到，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医治这个生来亲密的人，伊够欢喜，伊够拍抱啊？无呢。这法利赛人讲，伊毋是对上帝遐来的，因为这人无守安息日。咱看到。法利赛人一直咧去要求迄个安息日的律法，伊却无看到一个人活伫黑暗中，性命需要怜悯，需要医治，需要帮衬。伊个要紧迄规矩，例如我所听这到底是规矩较要紧，还是人的性命？听人的性命较要紧。主耶稣做出一个好的模样，就是听人。比遵守死的律法更加要紧。甲你隔壁讲，听人比遵守死的律法较要紧，白来。所以这个圣经毋但是一个医治的圣经，毋但是医治的故事，更加要紧，伊是讲一个真理的事实。耶稣是真正的光明，伊来到这世间，要照光人的心灵。
亲像第八章头下牧师读的，耶稣捌安尼宣告：我是世界光，对我的人无惊着黑暗，要反得当有活命的光。咱看到这个青面的目睭无看，伊得到医治，真正是耶稣讲的宣告的事实应验伫中间。这青面伫圣经中间象征什么？象征是灵伊灵内底黑暗甲无知，但耶稣的光却会让赶散这个黑暗，互这个人带来属灵生命的觉醒甲顶头生。所以这个经文中间，毋但是讲到肉体的医治，更加是宣告耶稣是拯救人灵魂的主。阿门。耶稣是拯救人灵魂的主。当咱的生命，咱互圣神来透放咱生命捆绑的时阵，咱内心的痛苦、过去无喜乐的生命，又安尼得到医治。所以毋茫咱也开始学了这个伟大的上帝，咱会体会到，当咱甲上帝结连做伙，至美的事嘛会成就无平凡的祝福。阿门。至美的事嘛会成全无平凡的祝福。只要你愿意甲主结连做伙，你愿意用学了做你的开始。我相信你的生命都无同款，你的生命都无同款。愿上帝十分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咱三甲来祈祷，十分听完上帝，愿感谢你。通过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耶稣医治这生落来就生命的人。耶稣无亲像门徒来归咎是上犯罪，耶稣反倒当用听甲怜悯来医治这人，来透放这人过去黑暗的生命，互伊的这青面的病症得到医治。主啊，阮的生命有时常陷落伫罪软弱中间，阮也时常伫罪中间受捆绑，阮也常常想到阮的背叛的事嘛受捆绑。主啊，恳求主你怜悯阮，阮要向主讲：主啊，我需要你，恳求你医治我，恳求主你的真理来透放我，因为主你的真理的透放，互我得到灵真正的拯救甲自由。愿上帝你十分祝福阮，听你的话，搁去行。愿主你十分听阮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一帖来吟回应诗，回应诗第22首，回应诗第22首，请起立吟全首。爱
咱欢迎这姊妹伊咧中间何翠琴姊妹举手咱拍拍欢迎一届欢迎，永远的欢迎，上帝听你，愿上帝加做你的帮助甲拯救。咱即时为着咱家己的属灵的生命，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对咱开始对咱开始，你设定一个目标，一天开始用学乐做开始。无论你会用唱歌，无论你会用手机放诗歌，用一天做你的开始。我相信一天用学乐上帝，你一天会无共款。咱为着咱的信仰目标来祈祷，咱也为着咱即马咧做福音地会，也是幸福小组的所有副长团队来祈祷，求上帝带领咱，互咱会当得人顶真有德行真像今日经文中间来讲，上帝要通过你我，将上帝听甲拯救的光传互因，互因要甲咱共款得到上帝祝福的命定。咱三角举起咱的双手，咱为着咱家己的信仰目标，为着咱的团队，特别是幸福小组的团队，咱大声喊三声主来同心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恳求你，是阮来带领帮助阮，互阮的信仰的中间，主啊，你帮助阮，互阮的心。的目标设定阮生命的目标，就是阮一天的开始用学乐做开始。不论阮放诗歌，不论也是阮用手开嘴唱歌，主啊，阮要用学乐上帝做阮生命的开始。阮上帝，你多多施阮祝福，互阮所做的，诚做你主你所欢喜的做。主啊，阮也为上时为着阮即马福音地会，也是幸福小组的副长团队祈祷，恳求你帮助阮。我靠圣神的开力，我靠上帝圣神的帮助，互阮会当我靠主来得到开力，互阮所做的，互带互人无信的兄姊妹得到主你的救恩，互因生命看见上帝拯救的光伫因中间，互因甲阮共款平平得到救。愿上帝你施恩带领，互阮的团队毋是靠家己。毋是靠家己智慧能力，咱是靠上帝的开力。愿主你讲，人靠车，人靠马，独独阮着靠耶和华的灵，才会成事。愿上帝你施恩带领，听阮祈祷。施恩听阮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通过阮今日早起的信息，互阮明白，阮用学乐做阮的开始。阮愿你将阮旨意的事结连。伫伟大的上帝面前，旨意世事伫伟大的上帝面前，拢要成做无平凡的祝福。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属灵信仰对打开始，阮设定一个目标，就是阮透早起床，也是阮做代志前，阮学乐上帝，吟诗学乐主。无论阮开声唱歌，无论阮是用手机放诗歌，我拢要用学乐做我一天的开始，来敬拜主，来去做这段。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来做福音地会，幸福小组，阮所有副长、所有团队。主啊，阮毋是靠人的智慧、靠人的能力、靠人的口才，咱是靠上帝主你圣神的开力。因为主你讲，人靠车，人靠马，但是阮独独靠我靠耶和华的灵，阮才会成事。阮相信，的确，我靠耶和华的灵，才会成就上帝你美的旨意。愿主你。家己开力，互阮所做的工，拢会领人归应主，互得人咧归得真有德气共阮来荣光主你的名。愿主你施恩带领，调阮祈祷，阮来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即条咱早礼物来互上帝，请实现同工。
圣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的钱财，阮将你赏赐阮的献上，成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你甘乐，也求你大大祝福阮。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祝福齐恳。祝祷。咱同心领袖对上帝祝，我将你交予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伸手，愿全能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点人对面，对这时到永世大保证。